咱这时阵来看一位圣经集，是咱今日所要读的圣经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30至第40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30至第40，伫咱的荧幕顶头，帮我跳一下，有这个台语版，引言的后面，你买当看周报16页的所在有这个经过的所在，好。先开咱周报，咱用华语来读一摆啦，搁用台语来读一摆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台语来，凡事无得为着结党，也是为着空空的因根来做，多多大家用谦顺的心。看别人较赢伫本心，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咱台语过来读一解：凡事无得为着结党，也是为着空空的因根来做。多多大家用谦顺的心，看别人较赢伫本心，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咱搁一摆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，互阮当伫拜六暗时直接来组织，阮用台语来敬拜，阮也来听见晨光一直高雄所分享的见证，搁确实，搁一届来明白，你是听祈祷的上帝，你也是互无变做有，互水变做酒的上帝。主，阮真正亲亲来献上阮的感谢而乐。主也愿上帝，你今日暗时调阮伫遮，用你的话来引带阮，互阮搁一摆来得到帮助，得到快乐，也互阮知影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旨意，献上阮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的这个和平书架已经进入到第11课，咱对一开始的这个课本，有4个 G， 这4个 G 唔知咱要会记得要有印象无？好，第一句是 Glorify God。好，荣耀神。好，第一课中第一步，好，第一个句就是荣耀神。好，我们学习冲突带来好机会，并且过和睦的生活，要信靠主来行善。第二句是什么呢 ？Get the log out of your one eye。好，把你的梁木从你自己的眼中来除掉。好，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这是值得相争吗？冲突孕育才来自我们的心。还有认罪能够让你得到自由。第3步的 G 是什么 ？Gently restore， 好，用温柔来挽回。在你们当中，好，学习用温柔的态度，并且用爱心说什么话？诚实话。然后呢，还要带几个人去？好，1、2个。好，你不要带一帮一票的人去。好，我们要学习温柔的挽回。你不是用人多势众来以寡击少，以多击寡，而是你要带1、2个人同去。好，按着他所说的来见证。而第4 G， 好，也是最后一个 G 是什么？好，就是 Go and 好 Go 全去和谈 reconcile， 好，去和谈，去和解，饶恕对方如同神饶恕你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们要进入的顾念对方的利益，到最后1周以善来胜恶。这4个句我们再复习一次。第一个句是什么？荣耀神。第2句是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。第3个句是挽回。第4个句是前去谈和。如果我们能够在咱的冲突中间，咱来练习用这4个句的完结，我相信咱伫真侪的代志顶头，咱会当有真好的妥当的处理。我会记得有一摆礼拜中间我捌分享，咱伫这学习和平书架，对咱检在年岁较少的这的青年学生来讲，我就毋捌教人咧冤家，毋捌教人咧起冲突。我学遮尔G是要创啥物？我学遮侪遮的啥物7A是要创啥物？我学遮侪遮的原则协谈是会当做啥物？我嘛无要读心理系，我嘛无要做智商，我嘛要做辅导。但是我伫遐有分享到，当咱学习遮的时阵，就是互咱培养一个能力，啥物款的能力？就是咱来解决问题。因为当我们学习会去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种能力，而且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渐渐成为一个领袖。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一个领袖，为什么大家要推伊做领袖、做领导？为什么？
选伊做班长，吼，检在伫伊的身上，伊就是有即个气力，有即个能力，会当来去解决问题。所以，当咱来学习即个和平使者，也愿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不管你的年岁偌济，总是咱拢谦卑来学习。但你将这个原则来用伫你的生活中间，用伫你所的生活中间，你就会当来渐渐得到即款的能力。豆豆渐渐，你就成做一个领袖，你就当来成做一个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的领袖。咱伫顶一届的即个分享，下面对方亲像上帝下面你，好，咱有一款结论就是讲，不管咱说伫遮来帮助咱来回顾，不管你的伤害造成你偌大的痛苦，靠着上帝帮助咱当来遵守4个承诺。这4个承诺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好，我不再去提起，我不再去想起。你对我的不好。第二个，我不再去对你提起，不再对你说。第三个，我不再去跟别人讲。第4个承诺，我不会让这个事件变成你和你甲我中间的这个阻隔绝。所以咱就爱来遵守这4个承诺，来学习耶稣伫十字架顶伊的下面甲安怎和好。第2就是透过咱的思想，透过咱的言语，透过咱的行为。咱来表现出真正的了解，真正的下面。下面毋是喙头讲，下面毋是一个感觉，下面毋是一个在你欢喜，下面是一个决定，是一个选择，下面是一个爱付诸实际的行动。对开始，对你的喙所讲的话开始，佮对你的心内底，对你头壳内底的思想来开始。所以下面对你的心内底去下面你的兄弟，甲会当真心建立关系。第3。靠着上帝恩典，咱下面别人，亲像上帝下面人。因为圣经，当咱来到伫教会，咱读了圣经，掀开圣经，咱渐渐知影，咱拢是有罪人，咱拢需要得到下面。总是咱要得到上帝下面，上帝讲你爱大声先去下面别人，上帝才会了下咱。所以咱有几个问题思考，伫你所认别人的中间，想会当下面别人，安怎互你感受到你安怎得到下面？我会记得，我头一届足亲得到下面，就是当我咧读初中的时阵，初中是几岁？国中。当我咧读初中的时阵，我一届伫学校甲人咧耍，甲我一个同学伊的目镜弄破，哇，弄破！迄阵是几十年前咯，我逐人一个目镜弄破，我就足烦恼，足惊遐，我嘛无钱当赔伊啊，所以转来我规个即个油头甲面，就脸色惨白。所以阮妈妈看着我，伊就走来甲我关心，讲你脖子哪会安尼？你是安怎？有啥物代志？我就毋敢讲，因为我惊我讲出来去互骂。因为阮细汉时阵你若做毋对代志，都是爱互骂，骂个无要紧，爱个去互拍，爱去互修理，所以就愈毋敢讲。但是阮妈妈伊就足有耐心，安尼叨讲，来你有啥物代志甲妈妈讲，讲出来。所以我讲我今日好，我甲弄破目镜啦。但是我是用但是我不会讲台语，我是用华语在讲。但是呢，好不容易讲出来之后，我就开始哭了。哭了之后呢，阮妈妈伊马上讲，无要紧，好，妈妈帮你出钱。我头一摆感觉心内底去用得到下面，迄个去用下面，我想讲，我本来想讲掠做我会去用骂甲臭头，我掠做去用拍甲安尼皮拢肿起来。总是阮妈妈马上讲，无要紧，你的钱我帮你出。所以我头一摆感受到得到下面。所以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捌受到人即款的恩惠无？你捌去用下面无？希望你咱用即种下面来去下面别人。第2个，咱要安尼去真正套对这4个承诺。你无去想，无去讲，嘛袂传互别人，然后你袂用即个代志来将咱的关系拍歹。这4个承诺当中，你要安怎去做？第3，有啥物款替代原则？透过你的思想，透过你的言语，透过你的行为，用正确的、用好的，莫阁甲即个大标签，莫阁互即个人讲这就是我的对敌，伊就是甲我无好，伊就是我的冤仇人。安怎去改变即款的关系？这是咱伫顶一届所学习的。下面对方亲像上帝下面你，撩下对方亲像上帝撩下你。来，甲你隔壁人讲一解，撩下对方亲像上帝撩下你。今日咱要来看，当咱会当学习到即个，你当去下面别人撩下别人的时阵，咱搁要进一个困难的，就是要安怎去为着对方的利益，咱来思想，
顾念对方的利益。但咱伫冲突中间，即个冲突，你若是甲即个若是相骂就算了，但是即个冲突是为着物件、为着钱、为着这个财产，哇，这个问题哦，就算讲恁关系解决，但是要和好，要搁和好，搁真困难，会拄着窒碍。总是圣经有啥物款的原则态度，会当帮助咱伫物质上钱财即个顶头，会当甲咱伫即个纠纷的顶头达成即个协议，达成协议呢？今日就是要透过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至第4节，来帮助咱来思考，当咱甲人有冤家的时阵，特别搁甲钱有关系，甲财产有关系，咱要来去甲人达成协议。但先，咱要先来讲另外一种协议，另外一种对照、一种是竞争啊。咱今日的圣经节，倒来读一解。凡事目的为着结党，还是为着空空的因根来做，独大家用谦逊的心，看别人较赢伫本心，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一个人无去啊，无要紧。有一种的协议，是较无好的，叫做竞争性的谈判，甲人咧谈判，台语安怎讲？谈判，甲人咧谈判，就是讲来啦，出来讲啦，无是要安怎？这种是安怎？反正这出来讲就是讲要讲一个赢，讲一个输。这种是咧竞争的，就是一个对，一个毋对，到落尾就是安怎？看谁较大声，看谁较赢。这种竞争的谈判，有啥物款的无好的所在呢？头一点，这种竞争的方式，我都产生上好的解决的方法。伊袂当产生解决的方法，这个问题出现，解决的方法毋是单一个，几啊种。总是你若甲人咧谈判的时阵，这种谈判的方法到落尾拢袂是上好迄个。第二个，竞争的谈判嘛无效率，为虾米？因为你爱用足侪时间，你爱足侪时间伫咧冤，伫咧吵。反正你讲啥，我就甲你反对；你若讲啥物议题，我就是咧主动。亲像即个即马要选举，即个辩论会，大家选来选去，你若讲一个意见，你若讲一个意见时阵，我就甲你讲倒摆，反正就是要甲按落倒。即种谈判的方式是无效率。第三，竞争的谈判会来损害即个人际的关系。像咱即摆咧选市长，毋来讲即马，这10年来，咱咧选的遮个总统也好，市长也好，咱渐渐看见咱的选举是一种啥物款的选举，啥物款的文化抹黑。要出来甲你选的人，伊就是安怎？你的对手，然后你若要甲伊选，你要赢伊，你就是安怎？若创学就对啊。你就学出伊遮所有遮个惨罢。袂见得人的代志，因兜厝内底什物亲情、什物误杂，若做好遮无好的代志，你若学出来，然后呢，互伊徛袂在，伊就跋倒，你就有机会赢伊。总是咱即摆的选举拢用即款的拗步，大家拢会晓讲，大家拢会晓骂，大家拢会晓伫遐咧画。但是即种选举选到落尾，就算讲你选赢，你做一个市长，新的5都的市长。你做这个新北市的市长，你选赢，但是一般的人支持你，但是代表还有其他人安怎反对你？你选总统，台湾的总统，你选赢，有40%的人支持你，但是有30%的人因袂当支持你。安尼选出来的人，敢当真正变做是一个领袖吗？能够真的变成是一个领导者吗？袂当，永远袂当，因为即摆选举的文化。就是用这种竞争的方式，所以大家拢袂服伊，大家拢袂顺太伊。所以等你选赢以后，你要做代志，犹原真困难。你要做啥物工程，你要做啥物才会起做，嘛真歹做，因为这是真无好的方式。但是呢，更较好的就是圣经所予咱的，但是这无遐尔简单，就是要用合作性的这个商议、讨论、协调。合作性的协调，这种的协调呢，就是爱调感去练习。咱做讲练习 practice， 练习，就是亲像咱讲台湾话共款。你若无去练习，我还要听，但是你要讲袂，
你无咧练，你袂晓讲。我自细汉听到大汉，但是我要讲的时阵，哦，有够歹听的，好人讲袂出来。